家己。但是哦，你要感动咱厝内底人，你若无先改变家己即个因，你无后着即个果，你没有办法感动他，你无办法感动伊。所以，咱还是改变咱身教重于言教。所以，做一件简单的事，先传外口人较简单。你先传咱厝内底人，较困难嘞。那有这个想法？有哦，时刻咱在嘛。啊，咱就知影诶，有啊，我有这个问题，来，爱去找原因。困难，大家想对了。什么？啊，是我这领导的关系，啊，是我爷爷年轻的关系，还是阮主的问题？无袂啦，拢一个问题。我爱互人宣传感动，伊拢一个问题。你若我系讲是我家己问题，安尼咱无去无？讲伊咱有去无啦？无。所以咱要做一个，咱要建立一个到万的家庭。你是去勇敢，你付出来是啥物感觉？来，你对家人的代志是做啥物感觉？交给一个家庭，但是吼，是咱的关系要看的。啊，是好啦吼，即有成人版的吼，啊，有即个儿童版。我是即个无爱讲，试验出来。特别不好，我觉得他只是喜欢把手指插到。别挂断，对伊那勇敢哦。他就是可是很好，什么今天来白事，一天啊要哭5、6次。因为啊，有时候真的还生气的话，真的很生气，他们都会说很生气。我你今仔甲领导的人斗无错，我阮查某囡仔啊，互咱做。是的。年纪大就不敢了，咱看囡仔。
性命甲人讲，心道，迄意思咧讲心道。修身要领导我们齐家，来领导我们自我平天下。所以是不是爱去家己修起？啊，这个修，毋是就讲话啦，毋是讲这个嘴口爱修尔，与咱修以先，咱的思想，咱的业。所以伫这会议内底啦，真正吼，大家来看啦，诶，真修了，你也教要做，修身要领咱来去修，咱来做好。所以咱就是单独。咱今日经营一个和谐家庭，咱来先去规划，咱来先有咱的理想，然后咱的目标，尾后咱来执行合理，哦，你爱去到去，安尼咱你的美梦吼，才会成真。来，咱的家庭内底哦，我有办有区块，啊，总是爱先，吼，啊，咱的时段，然后伫咱家庭咧学习嘛，啊，因本来就是一个做有钱。我咧看，放咱家往头上。你若是咱厝内底养过，这咱袂用过是咱对不对？嘛，拄咱厝内嘛交无较共款，但是我无出家，就是讲咱的原生的家庭，我们不是一个道道的家。那安尼咱对咱的养过，咱爱心传和，长辈无爱伫遮无子女讲吼是咱的父母吼，咱对养过，咱要安怎做？咱来落实一点好，好内底，咱讲孝敬孝敬，好内底有孝的人，敬重长辈。啊，其实是大人的要求嘛，无大。咱做人听，就是问真心。人讲心嘛是吼，食水一定要调的。所以，咱时刻咱，然后咧来吼，东家挑战，现在严厉，啊，咱后壁是咱拢较知影，养儿方知父母恩。你若无咧看清头的吼，只甲你问讲一包米偌济钱，你个人知，你人是甲你讲食无通啊，对不对？来，咱讲饲鱼啊，你较知影爸母，不一定是这样。我伫咱的道理方式。咱的小朋友，不叫咱遐皮毛。囡仔还袂大汉的啊，但是哦，伊若接受到你的道理，其实他知道父母第五个温度，他们懂孝顺父母，敬重父母。所以，咱若无来到道理吼，而且咱的好，咱拢来做其他案。啊，咱听到你的好处吼，我讲，咱毋是来做评审委员吼，囡仔当思考讲，啊，你讲的迄个吼，佮较老讲，咱毋是咧做教育，咱是来互你听听，摕入咱的心中，我问你甲你，刚出咧讲即个层次，我落点，我做到啥物工作？所以想讲咱家己，我爱讲讲孝子，一样我同意，但意思无同。咱今仔日时段，哦，咱的好这个好，这个好处就是讲，我虽然是我是大人囡仔，但是我吼是咱后人来的父母，我对我
的是，较早吼，我见到时阵吼，我听当时讲，世间无种人咱毋知。第一白母，吼，第二咱的另一半，咱若结婚咱的另一半，第三咱的子女，第四咱的亲情，第五咱的朋友。所以白母排第一头。白母若无记的，咱就歹。伊讲明白，因为咱即期一主求道，求现七道真。一主成道，求现七道真上心。所以咱咱有一个目标，这个是后续的一个目标。咱的终极目标，对不对？我一定要互咱长辈。今天呢，恭喜咱立德大仙母爱两万次，感谢你。然后我讲，我爸爸妈妈求到了，我就想讲，这老人这么严呢，就来求到了，咱的浅显，然后鼓励，还要把咱的父母带动出来听到，邀请来听道理。或许嘛，你安尼不错了吧？但是咱的经历，这有定，这有干苦，你讲我教嘛，你讲我讲幸福，你要把你的父母先讲那清楚。先往上顶啊，往上顶啊吼，先往上顶。或许爸爸妈妈有点关系啊，但或许是他这样子的。我爱爸爸妈妈，因为爸爸是在，所以呢，可以弄成情好。当伊情好的时阵，或许莫名其妙。啊，我先来到上顶的注意，但我马上讲。所以讲，你这会议内底啊，这是跟大家做分享然后，当然咱后壁这嘛不用多说了，这一个咱对咱兄弟姐妹成全对咱出入的来这一起咱给咱边先传咱的道，先传咱的兄弟姐妹，愿大地就大，咱找得到那个气，就是讲咱立下一个目标，你会去要会，一点爱。人有善愿，天地所以，你这会点内底，咱今仔日讲，在咱身边，应注意的事项，我管这些。但是咱今仔日，你要带动你的家庭的成员在身边，有爱的帮助，各自努力，你或许记得对，所以咱大家共同努力，努力，咱咱今先咱家己那些。他伫咱行政文化、身教、重理言教，他伫咱的厝内、伫咱的道场、伫咱的职场，咱大家怎么那些各尽其道，爱把咱的那些做好，然后爱以专家、爱以修来圆终身的事业，来要求。咱若会当度化咱的家庭，咱坚持，会当互咱。家庭或是对咱的文化，伊哩我较伫咱的道理文化之中，我较感受，咱的前贤都做认真、做用心，要顾一个啦。但是各有因缘哦，以老师的话来跟你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求道、修道，各有因缘。但是咱一个人若咱在修行，我感受很了不起。咱的前贤有做侪哦，因厝内底用这个方法。代表你家，但是家里因为他的形象，那对个人觉得是修的有方，修有认，这个按称赞他，五个，那你一定要记得，修的是咱人生所在进步的条路。所以如果那个家里，伊不认同，咱你在因伊不认同。我恁高的人啊，都无认同，啊，都无人安尼看卖，哪里？后来我是这样改变。我有家吼，可能就放工到家，
休半道，那在家休息跟休息，且课程这边努力，同修相扶持。最后就叫咱注意身体健康，你学习的快点，然后让尽量的心。大众一。感谢讲师慈悲前道鞠躬。